首先，我们来介绍数位典藏。说起数位典藏，就要从博物馆开始说起。博物馆是典藏文物的地方，无论是东方或者是西方，都将文物典藏在博物馆里。在古代，几乎所有的文物典藏都是从战争中所掠夺过来的，因此，在历史上出现的博物馆，也几乎都是战争下抢夺文物需要典藏的地方。在历史上最早的博物馆，大约是在公元前3世纪，亚历山大港的缪斯神庙。缪斯神庙的文物典藏，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欧亚非3大洲的过程当中，掠夺了许多的艺术珍品，而将它放置在缪斯神庙之中。史上第一个公共博物馆罗浮宫，在法国的罗浮宫，它所收藏的艺术珍品，也有许多是拿破仑在攻城略地下所获得的艺术品。这些艺术品都放置在罗浮宫上，供一般人来观赏。所以，博物馆一直扮演着传承人类文明、历史、知识的重要角色。近年来，随着数位资讯技术的进步，以及网际网络的普及，许多的文物逐渐的数位化，让它可以被更多的人来看到，传播的速度以及范围也就更加的广阔。因此，也逐渐改变了人类在知识处理以及沟通的方式，进而转变了人类在生活形态、社会组织以及知识使用上的形式。资讯技术的优点是在于把既有的知识，透过数位化的过程当中，可以大量的汇集以及永久的保存。配合着网际网络的普及，我们可以把汇集的知识传递到世界各地，透过手机、透过电脑、透过平板，将这些所汇集到的知识大量而且及时的传递给世界各地的人们，而达到知识共享的目的。那数位典藏就是可以让这些艺术品来进行共享。在过去，艺术品可能只能存放在某个地点，而让部分的很小众的人观赏。但是透过数位资料内容的呈现方式，我们可以让艺术品更加的推广出去。数位资料与内容的呈现格式，它的标准的规范、资讯检索以及影音的管理、智慧财产权，还有系统管理等等，这些呢都是属于数位典藏的范围。因此，要如何结合新兴的数位科技，来延续传统博物馆所扮演的角色，进而提升它在知识管理以及供给的能力，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。尤其是现今的数位典藏，许多已经扩展到知识的行销，还有商品的行销的课题上面。在资讯的典藏、展示、研究、教育等重要的功能层面，我们都可以透过先进的数位科技来建构全方位的应用的方案。在这里，我们要介绍一下数位典藏的定义，还有它相关系统的特色。数位典藏，它的英文叫做 Digital Archive。Digital 就是数位的意思，
透过数位的技术来进行典藏。Archive 就是最早是把它用作是一些档案，我们这边把它称作是典藏，也就是把具有保存价值的实体或者是非实体的资料，透过数位化的方式，包括摄影、扫描、影音拍摄、全文输入等等的，再加上后设资料，也就是诠释资料，它的英文是 metadata 的描述，以数位档案的形式储存。在这边你就可以看到，数位典藏可能会有2种形式，第一种是实体的形式，第二种是非实体的形式。所以这些具有保存价值的实体资料或者是非实体资料，透过数位化的技术来保存加以应用，这就是所谓的数位典藏。而在现今的社会当中，其实有更多的数位典藏，它要典藏的资料并不是传统的文物，而是更多可能是数位直接就是原生数位化的产品。这个我们在日后的课程会加以讨论。数位典藏系统中，所有的数位典藏资料都是以数位化的形式保存，而且它具有以下的特点。就保存的种类而言，数位典藏保存的资料的范围相当的广泛，凡是代表人类文明、具有保存价值的资料，无论在资料的产生的时间，还有它的形式，我们都可以纳入数位典藏之中。所以举凡文化、科学、艺术、音乐，甚至动植物等，都是在数位典藏的范围之内。在中研院范继文跟何建明、李德才他们的研究报告当中，这些呢都可以被列为是数位典藏的范围以及种类。就数位化的资料格式而言，只要典藏范围内的标的物，像是文件、器物、标本、录音、影片、建筑等等，它们可以透过电子资料格式，例如纯文字、语音资料、影像资料，或者甚至是2D 的建模，或者是3D 的建模，来将它注入完成。这些都是属于数位典藏的资料格式的范畴。所以你看到数位典藏，它可能是一段的音乐，或者是一段的动画，或者是简单的图片，这些都是它的格式。数位典藏资料是后续研究以及应用价值最基本的素材，因此在收纳这些数位典藏资料，必须要不断的累积以及校订，并且要确保这些典藏资料的完整性还有正确性。因为这些数位典藏，它可能是相同的一份资料，却分散在不同的地方，所以我们经常也要做到版本的控制。而这些高品质的资讯要求，跟一般我们看到的网际网络上面的网页资料，事实上有很大的差别。而有时候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数位典藏资料，它也有可以分为一般型的跟加值型的。那加值型的通常档案就会比较精细、比较大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数位典藏的应用功能。数位典藏主要有3个功能，第一个就是它具有展示的功能，第二个它具有研究的功能，第3个就是它具有教育的功能。在展示的功能方面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刚刚所说的博物馆，或者是文化中心，他们都有固定的专题特展，或者是分类目录的展示。有时候是实体的展示，有时候是虚拟的展示，还有数位艺廊等等。这些呢都是它展示的范围。有时候是用2D 的方式展示，有时候透过3D VR 的方式展示。在研究功能方面，
数位典藏系统则是透过整合性的资料查询功能，将其典藏的资料进行语义的标示以及组织分类，配合统一的操作界面，方便让研究人员能够快速而且精确的进行资料的搜寻，以利他研究的进行。在教育功能方面，一般人可以借由数位典藏的教育功能，达到自我学习的目的。这方面的功能特别应用在博物馆，许多的博物馆它兼具着展示跟教育的功能，因此在数位典藏系统也是希望能够在此扮演着教育的功能。数位典藏系统借由专家学者配合学校或者是单位的教育课程，汇集以上展示研究的资源来制作相关的教学课程，让更多的民众或者是学生能够进入到博物馆内。在博物馆之外，也可以透过网际网络的资讯技术，将其展示、研究以及教育的功能，在任何的时间或者是任何的空间，提供给世界上任何地点的任何人。这也就是传统博物馆所不能及的。因此，结合数位典藏，可以让传统的文化中心或者是博物馆，它应用的范围或者是服务的范围变得更广、更大。好，关于数位典藏计划的发展概况，各种实用的资料取用以及借接转换的数位技术的发展，让数位典藏变得更蓬勃应用。而这些技术呢，我们可以用在数位人文研究方面，我们可以透过 AI 人工智慧跟技术，将它应用在各种的教学场域以及资源整合上。我们可以把数位典藏制作成数位的教材，同时我们也可以进行数位人文教学以及推广的研究，结合大数据、人工智慧以及网际网络的技术，我们把音乐、电影、戏剧等这些数位艺术、文化资产、数位游戏、虚拟实境、数位设计以及新媒体，还有跨媒体等这些数位的资料，让它有实务上的应用。而其他的资讯科技以及人文研究的议题，我们也会将它进一步结合数位典藏，让它跟我们的行销、市场进行的结合。因应21世纪资讯网络的蓬勃发展，以及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给读者，我们希望能够让数位典藏不再是过去狭义的数位典藏，而是我们希望能够建制一个全民的数位典藏，将它的层次从国家级的更拓展为平民化、大众化，还有透过 Web 2.0 的机制，让民众能够上网贡献自己的收藏，或者是家族的收藏，共同来撰写家族的故事，一起来注入这些权势资料，或者是所谓的 metadata 记录。这些互动的方式可以吸引更多的民众来参与数位典藏的建构，让他们共同为国家级的数位典藏一起努力，产生共鸣，留下自己还有家族的观感，共同创造新的典藏历史。而这些激起的火花，可以透过网络无眼佛界的特性传播开来，让自己的家族历史跟其他人的家族历史都能够相互的交流，让数位典藏变得更加的宽广。这就是我们数位典藏未来的应用。